台南市政府举办迎春礼的民俗活动，透过传统的祭天的仪式，发扬着敬天爱人的精神，嘛象征各行各业要开始起鼓咯。台南市迎春礼伫大东门闹热的举行，这是有文化古都甲农业城市的历史意义。这是台南重要的民俗传统，当年拢会依照春牛经打造蒙神甲春牛。今年蒙神褪车卡徛咧，甲今年几冬穿衣的装扮无同，代表今年的雨水较高。水量会多，所以他告诉我们。没有穿鞋子是代表今年的水量是丰沛的哦。今年唔能延续传统的礼俗，更加结合在地学校，头一摆所到东区的胜利国小展开精彩开正仪式，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迎春礼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习俗是怎么来的。大东门城外旧的地号名叫春牛堡，甲迎春礼渊源正深。活动直接办有历史的代表意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